8日就是228啊，行政院表示讲，今年会继续推动5项转型正义教育工作，包含学校经发教材、支持各机关推动教育、改善法制等等。针对于戒严时期档案，档案局也讲已经改编啦，未来会开放予大众来运用。有学者是提醒讲，部分档案内容无一定代表所有的事实，建议政府透过专业的研究，帮助社会了解真相。几年前，电影涉及血案改编引起的争议，互林甲血案受到关注。真侪民众兴帮考读台湾史。2日行政院会嘛针对实践国家转型正义教育行动纲领发表4年来的成果，包括政治受难者的名誉恢复、戒严时期政治档案开放，嘛补助学校推动转型正义教育，也针对国安局、调查局等等做历史反省。行政院表示，未来也会继续深化转型正义5项转型正义教育工作，包括由大学带动周边的学校研发教材，辅导重点机关重新检视教育，稳定挹注资源，支持机关学校推动教育工作，友善民间运用促转基金，扩大教育推广。228特别活动，台湾教授协会嘛甲国史馆合作办讲座，除了讲228事件当中重要的历史事实，嘛讨论当权者蒋介石的责任问题。监察委员杨亮公还有邱念台他们所写的报告都是指责当时的陈仪政府贪污腐化、军纪不良所造成的冲突。可是蒋介石他一方面偏听陈仪一方面事后还袒护陈仪。国史馆指出，其实因伫2006年就有出版相关资料，最近这几年嘛，陆续有新的资料出现，嘛鼓励民众加运用。最近社会对历史讨论较真热，学者史化员嘛提醒讲，虽然档案局有甲真侪档案整理甲公开，不过档案的内容也是当时的情报资料，无一定代表所有的事实。档案的部分一定需要专业的研究结果，研究能力最强的是国史馆我个人会建议，是不是政府应该考虑让国史馆加入这个档案政治档案的研究权责机构之一。为着要落实国家转型正义教育，用历史教育含记忆等等来反省国家暴力的无正义。行政院表示，会交由教育部定出第2期的行动纲领。院长窦英台嘛希望继续透过影视、艺文才的教育文化，招民众做伙补课，理解人权和民主的重要性。记者卢尚如、郑俊尧台北报道。